但若是风台过后，台南市有9万户的厝顶风吹歹去，伫地方政府甲中央的合作努力之下，正积极协助相当比例的在区民众，每下工班进行帮恶修缮，也是拆除。也毋过有袂少民众煞表达无每下的需求。那他们不愿意接受媒合的理由，大概是第一个，他们已经自行修缮了；第二个呢，他们已经怎么样，也付了定金了。那他们只是信任他们自己要找的厂商，他不愿意接受别的厂商哈。那第三个部分呢，他本身就没有居住的事实，他根本就不想修。好，那第四个部分就是说，有一些损害情况并不严重，他们不急着修。若是透过政府媒合厂商进行帮恶修缮的民众，伫8月17进前完成签约，也是自行评估请工人伫9月3早进前完成帮恶拆除，拢会当申请到2万块的补助。工务局嘛甲修缮兼拆除2种状况的申请表格做整合，附身份证的正反面影本。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厂商签约证明，包含你的报价单、契约书及相关的证明文件。不过这个要载明就签约的厂商的名称是哪一家厂商，还有签约的日期是哪一天。然后第三个是金融机构的存簿影本，第四个是领据，然后第五个是施工前后的照片，要呈现门牌号码。工务局指出，委托政府媒合工班进行帮恶拆除的民众，无分弱势一般户，费用拢由政府专业负担。目前媒合户数只有2078件，完成签约的只有102户，21户正伫咧施工当中。呼吁民众若是有需要，赶紧提出申请。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。